来三个祈祷。特别在阮这个时阵，要三甲对台北所写诗篇39篇上尾的一站，来三甲想这个意思，甲对阮的信仰的意义，恳求你的圣心帮助阮，互阮通过有限人的话，得到你的圣心的帮助，会当启示阮。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我讲几啊礼拜咱今仔日的圣经节第19、19、24节，这是诗篇139篇上尾我有讲对第19节甲21节咱迄个启应文内底无跳过。迄个跳过的理由确定咱今仔日有读恁毋知有注意到无？伊开始的是排台北开始的讲甲上帝讲甲上帝讲，上帝啊，我偌尔爱你消灭歹人，我偌尔望强暴的人离开我。伊第19节开始，伊叫上帝消灭遐个人呢。换一句话来讲，台北到第18节，伊拢在讲上帝偌伟大，上帝逐项拢知，上帝逐所在拢伫个。上帝创造是遐尼奇妙。忽然间第19节，伊安尼顿一下开始讲上帝啊，你著去杀遐个人，杀遐个强暴人。这我顶礼拜有讲我毋捌听牧师用这几节讲道，你敢知影？我伫教会出去听，真正毋捌听到。这个得讲万分的代志啦，得讲万分的代志。我有创迄个这是要叫上帝去消灭人，去杀人这是真奇怪的所在旧约圣经旧约圣经真，咱拢知影，咱讲抬来抬去总是正经讲叫上帝去杀人的。这忽然间第1节到18节就好势，忽然间是安怎伊安尼换落去我有摕2节圣经，一节伫旧约，一节伫新约圣经的内底万分这个代志绝对徛袂牢的。咱请你创迄个 PowerPoint 好无？利未记第19章第18节，咱拢真熟的这个。我主要是旧约的圣经教示咱着听厝边亲像家己。咱定定咧念这句耶稣的教示伫马太第5章第30到44节，耶稣讲：恁有听这款教示，着听你的厝边，万论你的对敌。毋过我甲恁讲，着听恁的对敌，替迫害恁的人祈祷。耶稣的教示是安尼，你若将台北这几节的诗篇甲这摆做伙真正徛袂牢了，真正徛袂牢。要入去讲这个圣经以前我先甲咱大家讲诗篇诗篇有150篇150篇内底真侪阿拉上帝的诗咱拢知影。总是诗篇内底有20篇，差不多20篇。诗篇150篇，差不多20篇是叫做咒诅的诗篇咒惨互人死的诗篇。请你创迄个迄英语不要紧啦，迄叫做咒诅的诗篇咒诅的诗篇是受人欺负的人因真无奈，互人欺负，要拍佫拍袂赢人伊敢若直接毋甘愿的尔。唯一的方法就是对上帝吐气，求上帝替因去消灭因的对敌。所以这咒诅的诗篇内底讲真侪求上帝去杀人的代志啦。我有拣几节啦我有拣几节第5篇的第10节，伊讲上帝啊，
求你定因的罪，就是伊的对敌啦。上帝求你定因的罪，互因含落家己的计谋，因为因背叛你，罪过真重，求你甲因赶出。这是求上帝替因报仇的祈祷。过来是第35篇第35篇，求你互孝顺我性命的人受凌辱见效，求你互计谋害我的人彻底闹开，求你互因亲像风吹的粗糠，这拢是伫咒詛人过来是伫诗篇69篇诗篇69篇我有经这几节，诗篇69篇你来去看对20到28节迄中间拢讲愿上帝安怎，愿你安怎，愿你做事的人差不多是甲上帝讲，求你安尼做啦。上帝，你敢会当安尼做？而且我经几节啦愿你的痛恨拼伫因的身上，互你烈烈的受气入着因。愿你甲因罪上加罪，毋通互因无受定罪。愿你甲因的名对活命撤销。这是伫足毋愿互人欺负的人。上界厉害的一站是迄个诗篇137篇特别这是一个受掠去巴比伦的人伊目睭看到耶路撒冷和巴比伦攻破的时巴比伦的人安怎款待犹太人？伊伫迄个巴比伦互掠去迄个巴比伦的河边伫遐唱出来的哀歌，这伊写讲巴比伦城，你应该受毁灭，你安怎对待阮？遐个照安尼对待阮的人有福气。过来掠你的婴仔塞伫石板顶，这款人有福气。你敢有想讲圣经有这个话？这叫做咒诅的诗篇。大笔第139篇的19节到22节，咱要看，其实都是咒诅的诗篇啦。大笔咒诅，唯一搁一项我拄有讲20篇，圣150篇内底有超20篇是咒诅的诗篇你知咒詛的诗篇内底16篇是大笔写，16篇是大笔写，大半拢我咧去想大笔会写安尼可能是伊伫互扫罗追入，人要伫爱伊的性命的时候，伊真正足无奈对着遐尼济。大笔咧的时阵，扫罗伊家己的王要杀伊，伊一方面爱对付非利士人，因为伊去甲人杀歌利亚。这为的你甲想讲伊压力偌大？伊真正无法度，伊敢若对上帝吐气，甲上帝讲：我这对敌拜托个，你斗骹手，你会当甲带转去无？因为你跋倒转去过去你捌拄着像大笔安尼甲上帝讲：上帝啊，这个你敢会当使带转去天堂啦？互因入天堂袂要紧啦，较早甲带转去啦。莫多只甲我吵，你敢捌安尼？我甲你讲，我咧准备的时候，我家己想家己我捌呢，特别是阮伫宜兰做牧师囝去学校逐个伫一时间甲你念耶稣教死无人哭，啥物甲你念，我要吵死去教会这主持大家迄长老的囝甲咱骗咱嘛无违反的。阮老爸做牧师也袂使甲人变面。我若甲人冤家，人就甲你讲，你牧师囝呢？你哪会安尼？我真正是足侪摆，我讲，这个人会使做安尼气，我毋知偌好咧。大笔差不多是安尼啦。我毋知影恁捌有即个感觉无？恁若毋捌真容易啦，拢是事实。你拍袂赢人，也是讲受限制，袂当反抗。你干那会当忍受那点？甲上帝讲，你才甲带。唯一无共款的所在，
139篇19节到20节，唯一甲其他的咒詛的诗篇无共款的所在。对19节到20节，代表毋是为着伊家己受委屈，求上帝甲替伊报仇，是伊伊讲上帝足伟大了，18节讲了伊感觉上帝遮尔伟大，上帝佫看顾我一寡人侮辱上帝，亵渎上帝，所以伊看甲恁遮的人哪会安尼？所以伊看袂做得，为着上帝咧出气。这是代表即几节19节到22节伊所讲的，伊毋是为着伊家己，其他的所在拄啊讲讲巴比伦啊，恁遮的人什物用耳啊塞伫石盘顶，迄个人有福气，迄种拢是我个人的冤仇。代表伫遮是看到上帝受人侮辱，伊挡袂牢讲出来的话。所以咱来做伙看咱来做伙看即几节圣经就是第19节第19节到20节第19节20节，伊讲上帝，我怎样爱消灭歹人？什么是歹人？代表伫遐有甲咱讲，强暴的人，伫英语的翻译叫做bloodthirsty。bloodthirsty 就是爱食火迄款人啦，就是爱杀人迄落人，爱杀人，也是反正强暴的人，就是要侵犯人迄款人，互遐个人离开我，超迄歹人就是啥？佫一个歹人，第20节是因用话亵渎侮辱上帝，这个嘛是代表看的歹人啦。佫一个21节，伊讲反叛你的人，所以伊伫遮所伫讲的是，上帝你会当出手将这个人该除掉的。伊毋是为着伊家己，伊是为着上帝。这是咱爱甲代表拍手的所在啦，真正是甲代表拍手的所在。代表对太高利亚开始后来伊做王了咱看圣经，伊太足侪人啦，太甲伊想要甲上帝起圣殿上帝甲讲你袂使去，你的手流伤侪人的血，你袂使，所以上帝讲，互你的囝做，代表是所以代表看到即款不平伊真简单就想讲，上帝啊，你出手解我就好啊。总是我咧准备这个时我拄好有讲，我嘛是有想讲，上帝啊，你若遮个人甲刷走我就好啊。上帝有做上帝做代志的方法，好佳在上帝无安尼呢，毋是咱甲拜托安尼伊就做啊。你想看卖我毋望遮个人上帝甲刷走，嘛有人毋望上帝甲我刷走呢。咱伫遐咧求上帝刷来刷去，上帝若真正照安尼咱逐个拢死几若摆嘛无够安尼。上帝有做上帝的做法。有时伊做诶，咱袂了解。事实讲，有时我嘛想到，伊在替上帝不平。上帝敢有需要我替伊不平？敢有需要我替伊不平？佫一项，伊讲互遐个歹人离开我。这个伊道咱大家拢爱学啦。因为我有去看有一号说，叫做近朱则赤，近墨则黑你若我着红的，你身躯就会染着啊。迄个意思是，你甲什么款人做伙你会受因影响。所以代表看到遐侮辱上帝的人
反背上帝的人，伊讲，互遮个人离开了，伊为着伊家己求上帝，互遮个人离开伊。安尼，这是大笔对上帝的要求，大笔对上帝的要求。对21节开始吼，21节开始，伊甲上帝讲吼，伊甲上帝讲，上主啊，怨恨你的人，我减无怨恨因；起来反叛你的人，我减无厌恶因。我深深怨恨因，看因做我的对敌。伊开始的是，这个开始的是讲上帝啊，你这个人你甲刷走。即马过来第21节开始，代表伊讲我即马徛伫上帝这边，甲上帝徛同边啊。甲上帝问讲，怨恨你的人，我敢无怨恨因？啊，反叛你的人，我敢无厌恶因？伊答案是是啦，我是怨恨这个人，所以我会安尼祈祷嘛。我怨恨这个人，我厌恶这个人。所以我甲上帝徛同边啊，甲上帝徛同边。啊，过去吼，伊用足深，用我深深怨恨伊，我看因做我的对敌。吼，上帝对敌变做伊的对敌，伊甲上帝徛同边。因为阮的怨恨这个代志吼，圣经内底当然怨恨无应该啦。毋过你敢知影？圣经内底有写上帝怨恨的代志呢？上帝怨恨的代志，上帝怨恨啥呢？伫箴言第6章第69节，所罗门写的，代表写这个诗吼，所罗门还未写这个，伊代表毋知啦，咱知啦。所罗门安尼写，伊讲有6项是上主所怨恨。连伊的心所厌恶的有7项，怨恨甲厌恶，怨恨甲厌恶。第17节伊讲，骄傲的目睭，讲白贼的指，抬无辜的人的手，啊，过来，假无歹待的心，奔走歹路的骹，讲白贼做伪证。伫兄弟中使弄人冤家，而且吼，上帝怨恨啥？上帝怨恨的物件吼，有咱的目睭、喙齿、手、骹啊甲心，上帝有怨恨哦。所以你毋通讲怨恨无应该，上帝怨恨我吼。咧准备这个时候，过来讲咧厌恶，一直厌恶吼，巴克咧翻做厌憎。咱厌恶甲怨恨实在是，怨恨是你怨恨，迄个互你怨迄人变做一个目标；厌恶是你无爱甲遮个人斗阵迄个厌恶。这字吼，这字伫希伯来文，毋是我希伯来文偌好啦。我读个注解，我要去找希伯来文迄原字，我找袂出来。老实讲，找着我嘛袂记了啦。迄个注解有讲，即个厌恶，厌恶是我无欢喜即项代志，我无欢喜即个人，总是我对即个人无完全失望，无完全失望。这真恶解说的一字，我知影。啊，我去。找着吼，有一站吼，伫马可福音段吼，我先甲恁讲，对第1节到第6节，这是耶稣伫会堂吼，啊有一个人，迄时是安息日，你知影犹太人对安息日因是足严的吼，安息日的规定足济啦，啊有一个开手的，伫圣殿，啊耶稣看到吼。马可讲哦，所有的人，遐耶稣的对敌，遐或者希律党遐个人哦，因看到耶稣甲这个开手的，因马可讲哦，因伫遐咧等看耶稣会安怎做，耶稣会医好这个也未，
那医好这个吼，因就要甲伊告讲伊违反安息日，吼啊耶稣若无甲伊医吼，啊你都无听，这是真矛盾的代志。啊马可讲耶稣知影因的心啦，知影讲因是要当耶稣，所以耶稣伫迄个也甲伊问一个问题，甲伊人问一个问题，问讲吼安息日吼。做好事，做歹事，救性命，害性命，倒一项合律法？这个问题，耶稣甲问倒转去，因问耶稣，安息日要医治嘛？耶稣甲伊问倒转去，安息日做好事甲做歹事，救性命甲害性命，倒一项合律法？这个人换这个人讲袂出来。因为这嘛是两难啦，因袂晓用，因拢点，所以耶稣吼叫迄个挥手的徛伫伊的头前，甲伊讲你手压起来，迄个甲伊医好。安尼，迄个医好以前吼，医好以前，马可讲吼，耶稣受气，一个一个甲因看。为着因的疑心忧伤，就对迄个人讲：手伸出来，伊手伸出来就复原。这就是伊迄个验案的，伊要来问的验案迄字的意思。耶稣一个一个甲因看，耶稣受气，一个一个甲因看。你会当想象，耶稣对啊，迄个紧张关系哦，真简单的问题。安息日做好事做歹事，救性命甲害性命，倒一个较落，这真简单的问题嘛，因应袂出来。耶稣真受气，总是一方面为着因的硬心忧伤，伊无得管念，伊伫迄日医好迄个人，伊做伊应该爱做的代志。过落去第六节，我无冲出来。第六节讲吼，因这个人看到耶稣安尼吼，因开始计谋要安怎杀耶稣。这伫第3章啦，定呢，马可有16章呢。对即阵为着安尼，因要计谋要杀耶稣。而且吼，我实在甲恁讲，我伫准备这个时候，我捌读到一个，我拄我讲的吼，代表讲上帝啊，你所怨恨的人，我怨恨；你所厌恶的人，我嘛厌恶。我看因做我的对敌，咱拢感觉我即摆徛伫上帝这边啊。我捌读到一句话吼，我袂记是谁写的。伊讲甲耶稣定十字架遐个人吼。拢毋是毋捌上帝的人，因拢想讲伊甲上帝徛上我遐个人，甲耶稣定十字架，你个想有影？咱今仔日讲即个咧，徛伫即个法律，这希律党这个人的立场，因守安息日守甲安尼，互耶稣受气，互耶稣忧伤。你敢无想讲，因真正想讲，阮是伫为着上帝才安尼呢？因真正安尼想啊，无因哪会安尼？因真正安尼想。问题出伫倒位？问题出伫因想讲因听上帝的旨意，结果因无用听对待人，伊甲上帝的假是完全颠倒表，这是因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讲，咱伫咱日常生活内底，咱有时我做牧师吼，若甲人讲话，若有啥物，咱若压上帝出来吼，我真正袂晓，过来我毋知影要安怎讲。总是10条街有一条讲上帝名毋通乱占用哦，就是这个意思。咱拢想讲，咱安尼做是为着上帝，为着教会，
总是咱想无到，咱做的结果是拄啊颠倒变，是会互耶稣受气，搁互圣神伫遐忧伤的代志。这是咱做人的限制。我无法度通互你一个公式，讲你若安尼做，就是上帝旨意；若安尼都毋是，我无法度。总是我捌过读到一句话，我嘛毋知这是谁讲的。讲哦，你的信仰，若互你都爱用假冒，还是用甚至去陷害人来宣传你的信仰的时候，迄个信仰你毋通信。懂我的意思无？这个人吼，因看到耶稣有耶稣，恁若要照因的律法来讲，无守安息日，伊以后的人对律法来看毋对，总是耶稣毋是看律法，伊伫迄个时间，即个人的需要，伊用听。咱搁落去，因假冒要害死耶稣。咱的信仰若互咱假冒要去陷害别人的事，迄个信仰本身有问题。信仰应该是互咱有气力，互咱有愿望。信仰若互咱行这行迄，逐项拢爱行，互咱无甲咱减轻重担，搁加添咱的重担。这个信仰是有问题的信仰。咱来用咱来用我拄仔所讲的这个，看耶稣伫十字架顶的祈祷头一句，伊讲：爸啊，赦免因，因为因所做的，因毋知。随望因甲伊钉十字架，伊还阁知影讲，这个人因真正是想讲，因是咧行上帝旨意，伊才甲我钉十字架。耶稣知影安尼，所以会安尼祈祷，因所做的，因毋知。咱爱有迄个意识，就是咱有时所做出来的代志，咱是出于好意，毋过有时咱实在是毋知做出来。这是我最近学到真要紧的一个功课。这我讲甲咱大家参加分享。但过去所有的黑英文拢对18节就跳到23节，中间这个无。为什么？因为这是咒诅的诗篇啦，有影真歹讲。但23节到24节，23节到24节，代表可能我若知影，活伫这个世间的矛盾遮尔济，所以我倒转来。你有看？诗篇139篇第1节到18节，代表是顶面在看上帝，上帝逐项拢知，上帝逐位拢伫咧，上帝创造足奇妙，伊看上帝。19节到22节伊看周围啦，看周围就要讲咒詛啦，看周围就要讲咒詛过来咧，伊看伊家己，这是代表真伟大的所在。伊看伊家己，伊讲上主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考验我，知我的意念。诗篇139篇第1节，代表开头就讲：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代表知影上帝有监察你，伊对头就知，伊即马要求上帝搁做监察监察这字伫英语是 search 是敲吹啦，有去掘的意思。迄个 search
我想到啥？你知影？我想到吼，台湾的调查局吼，去人兜吼，去摸一大堆阿仔箱仔内底，摸迄落电脑啦，啥物有诶无诶，咱常常看到搜索是无？哦，去抄物件。感谢上帝，咱大概无人捌去互调查局来甲咱抄物件，叫人抄物件，起码真是足歹诶。抄物件，互人抄诶人会安怎呢？啊，你即个甲摕去吼，有可能内底有秘密。你敢若拜托讲，5万恁袂去看到我遮物件，5万七项你无看到，5万七项你无看到。大笔对上帝要求拄啊颠倒变。伊甲上帝讲哦，你甲我 search， 你甲我 search。上帝已经第一集讲，上帝你有监察我，你捌我，上帝已经在做啊。伊即马佫要求上帝讲，你佫做较清楚咧，佫做较清楚，做啥清楚要创啥？伊讲考验我，知我的意念。咱无可能知影人的意念。夫妇的中间，这真大代志，敢毋是？你敢捌听一句话讲，困破三领树，啊，伊的心思你掠袂着。你捌听这句话无？夫妇做伙大，困破三领树啊，心思也掠袂着。代表讲，你甲我找我的意念，迄个意念哦，迄个有英语的圣经翻做 anxious thoughts。anxious thoughts 是我会看虑，我会烦恼。你甲我找，看我伫看虑啥？我伫烦恼啥？愈宝贝的物件，若有啥物，你会愈烦恼，敢是安尼？你伫烦恼啥？会看出来你的性命看啥物上要紧？你看愈要紧的代志、物件还是代志，你愈会烦恼。咱做爸母的拢捌经验。你的囡仔去学校，应该几点爱转来？那迄个时间无转来，做爸母的较常拢想会出车祸的，拢相对上歹的，敢毋是安尼？迄是 anxious thought。迄耶稣叫咱讲毋免烦恼，伊马太第6章，伊叫咱毋免烦，毋免看虑。迄甲咱的信心有关系。你伫烦恼啥？你伫烦恼啥？伊求上帝，伊监察我，有我的内面，看我内底是啥。过来，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互我无歹名为。即句吼，巴结了翻做讲吼，巴结了翻做讲，我写伫地所找无。巴结去找讲，真实的我即摆就找无啦。看有啥物歹所行，大家就讲，看我的内面有啥物歹的念头，伊求上帝哦，你指点我，互我内底歹的念头，连我家己都毋知影伫遐的物件，求上帝互我。这是大笔对上帝的要求，啊，这是对伊甲上帝的关系所来。啊，伊求上帝带我行永远的道路。大笔毋捌耶稣，咱捌一个甲咱讲，我就是道路，是真理，是活命。咱捌一个甲咱讲，伊就是道路。伊毋那安尼尔，伊佫甲咱讲，伫马太第7章第13节到14节，恁着对迄个的门入去，因为透到
灭亡迄个门看，迄条路好行，入去的人真济。透甲活命迄个门下，迄条路细，找着人真少。你若是一个真虔诚、真摕你的信仰看作真要紧的一个基督徒，你真正会感觉耶稣所讲要行迄个活命的路是真无简单的代志，真无简单的代志。这是咱不时爱学习的。但诗篇139篇讲到这结束，我想真久，我即马要安怎结束这3-4礼拜讲道？我有看到一句话，我敢若用英语我说明。这一个美国牧师说 A.W. Tozer 伊讲的一句话，伊外还阁讲真济啦。伊讲what a person thinks about God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bout that person。意思是讲，你安怎想上帝？这个物件，你这个想法，是你人生内底第一要紧的物件。伊的意思，伊说明真济。伊的意思是讲，你安怎想上帝，会影响你的价值观，会影响你的判断，会影响你的行为。你安怎想上帝？圣经内底真济顺叹上帝，无计较成本顺叹上帝，甚至献性命。耶稣就是迄个例啊，咱大家拢知。总是咱逐摆讲，我毋是讲咱毋通学耶稣，耶稣真歹学啦，咱无法度。总是圣经内底，我想到2个人，因的上帝，因对上帝影响因所有一切。一个是旧约的约瑟，伊迄个约瑟互人卖去埃及，伫一个人的厝内底做奴隶，得到主人的信用，将所有的代志拢交代。伊真少年，阁漂泊，伊的头家娘要甲伊引诱，伊创世纪第39章第9节，伊讲一句话，伊讲我敢通做这款代志，我敢通做这款代志来背逆上帝。约瑟，啥人来讲上帝的代志？当然是伊的老爸、伊的爸母，总是伊知影做这项代志，我袂使做，是因为我若做这对上帝对不起。伊讲我敢通做这项这个代志来得罪上帝？无人得甲看。我约瑟的故事，咱听足侪摆，伊互人冤枉足侪摆呢。逐摆伊拢用上帝做第一。这个头家娘的引诱，伊讲我袂当做这个来得罪上帝。搁一个是大卫，今仔日咱读伊的诗篇，这个大卫有犯罪啦，伊做一个王，伊杀死人的想计谋，杀死人的丈夫，抢人的某。当先知拿单去甲伊指责的时候，大卫做一个王伊无用伊的权力将迄个先知甲除掉，就解决代志啊！伊无，伊伫遐认罪，你若去看伊先知拿单甲伊讲了伊的认罪文，诗篇51篇，头几节，伊拢甲上帝讲我犯罪，我得罪你，伊拢讲伊毋是赖互别人。普通人可能会赖互讲迄个查某人送叫伊洗身躯毋关门，大卫无，伊甲上帝讲我的犯罪
我用假冒害死人，占人的某。伊讲我得罪你若定，这是代表伊有毋对，咱做基督徒，咱嘛会毋对。总是咱甲上帝的关系若真妥当的时，咱知影咱毋对，咱敢认罪，咱会晓认罪。我只有甲上帝的关系吼，迄是咱无一日毋免做的功课。迄是咱不管是爱追求的代志。我做牧师嘛是安尼，咱大家拢同款。所以我用安尼做今仔日139篇结束，咱来参加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阮知大笔随梦毋是完全的人，伊有犯罪，总是因为伊甲你的关系，伊对你认罪，对你得到赦免。随梦伊有经过真济试炼，总是伊轻调伫你。约瑟是真好的例，互阮知阮爱建立甲你有真好的关系。使阮有时啊想处方便、妥协，阮伫你面前认罪，恳求你赦免。阮也感谢你，互阮伫即几礼拜中间，对诗篇139篇学习真济功课。阮感谢你，你知影一切，你逐所在拢伫地，你是全能的上帝。你知影阮比阮家己知影家己更较清楚，要顾你听阮，阮感谢你这款的恩典，祈祷奉耶稣的名。